即马人工智慧当前也引起治安的疑虑，行政院有下令讲，这公务机关全面禁止使用中国 DeepSeek AI 服务。那准是公立大学也有研究机关必须爱使用，会当照规定保存许可，采取必要措施了后才来使用。或者提醒讲，公务机关就要定出规范，也要加强监管的 AI 使用，才会当达到维护治安的目的。最近 AI 渐渐进入大众的生活，不过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推出的人工智慧模型，引起治安的疑虑。行政院下令公务机关全面禁用。行政院已经宣布了，公务机关即立即全面禁用 DeepSeek AI 服务。公立大学及研究机关有使用的需求者的话呢，可以依照这个规定报准核可，采必要管制措施后再行使用。为了应应新形态数位服务产生新的治安风险，导形态嘛要求公务用的资通讯产品一律袂使使用中国厂牌，也袂使装非公务用的软体。另外，若是公立大学甲研究机关必须使用 DeepSeek AI 服务产品，会当照规定保准许可。遵守以下的规定，包括要指定特定的区域、特定的人员使用，使用的理由消失，应该立即停止使用。另外，以不含个资资料的电脑单机将其下载，并且断然使用较为安全。所以 AI 素养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，今天不是说人家有一个好东西好用，我就赶快去用。机密的资料，或者是有一些包含个资的这一些资料，其实是不应该要直接丢到生成式 AI 上面去做一些处理的。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生成式 AI，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。学者提醒，各公务机关要有内部规定，就是对高风险网络的存储限制，嘛要加强人员的 AI 素养训练，就是个人的资料加智慧财产保护这的配套措施，才当达到维护治安的目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